所以只有上帝是第一。所以咱在礼拜中间，唔免搁烦恼你的手机啊，有啥物人要甲你讲话，有啥物代志，唔免，你完全的交托。所以咱的敬拜中间，就是专人专心，拢献到伫上帝面前。假使边仔的人，若还搁伫遐咧看手机的时阵，你会当甲伊托起来，上帝第一，上帝第一。这就是咱敬拜上帝，将咱的上帝，将神看作神，将上帝看作上帝态度，阿们吗？所以咱用一个真热情、欢喜，咱要来学乐咱的上帝。也搁有今仔日是啥物节？今仔日伫咱的教会，咱今仔日是爸爸节，所以真做爸爸的。你实在是真正是上帝所赏赐的，不是每一个人拢会当做爸爸，因为爱有上帝特别的恩典伫你的身上。但是咱嘛有属灵的爸爸，对不？咱伫教会内面，咱的组长就是咱的属灵的爸爸。所以真做兄弟姊妹伫耶稣基督内面，真做一家人，真做一体，互相连结。因为伫上帝内面，咱互相照顾，彼此来扶持。所以咱嘛祝这个爸爸节快乐，上帝大大祝福恁。咱这时咱请起立，哈利路亚！上帝快乐，上帝恩典，上帝恩宠，拢伫咱的内面，哈利路亚！我需要请咱开始进入咱的敬拜，咱的心完全交托伫主，咱的眼光、咱的眼界、咱的心思意念。拢放伫耶稣基督的身上，咱目睭开开，咱将咱的双手举起，咱的心若亲近主，主就亲近咱；咱的心若刻薄咱的主，咱的主也刻薄咱对伊的敬拜。哈利路亚！咱做伙来讲，圣神我刻薄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欢迎你。哈利路亚！咱做伙来祈祷，每一个人拢将你带到伫主的面前，每一个人你家己开声来，圣神来祈求。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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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你的圣神充满伫完整兄弟姊妹的心上。主，这是圣殿，是圣神你所徛起的所在，是耶稣基督设立做宝座的所在。主啊，你带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就是要伫这来敬拜阿罗你，因为你是独一的真神，是独一活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罗咱的主，哈利路亚。咱嘛请教义厅的兄弟姊妹，你嘛起立。咱要开始来敬拜，哈利路亚！咱的后壁的教台人员，咱来甲因引出来甲因讲，今麦是敬拜的时间。少年帮，我们现在要来敬拜神，你要起立来敬拜神，预备心要来敬拜神。咱要敬拜上帝，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呼召不落空，所以咱拢来敬拜伊，哈利路亚！这个时，咱要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咱要同心来祈祷来。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兄弟姊妹，这个时阵，咱要用一个喜乐的心、欢喜的灵来敬拜阿罗咱的上帝。主耶稣，
咱的主是值得咱学乐敬拜的主，阿们吗？阿们。咱用一个对调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时，主特别用伊天顶的福气，并完全并伫来到伫咱的中间，祝福予咱，成做咱上大的帮助甲稳定。咱将咱的仆仔声归一切学乐予咱的上帝。阿门。咱的主耶稣基督为着咱受定死伫十字架顶，伊搁活用伊的宝血洗清咱的罪过。咱也求主帮助咱，互咱更较倚靠伊、仰望伊，互伊成做咱的帮助，互咱哪爱伊。咱用这条诗歌来宣告、来表明咱所听的主。给情我，互我亲像你；吸引我，互我若爱你。所有美梦，甲骄傲拢藏伫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给情我。亲像你，吸引我，互我若爱你。所有美梦，甲骄傲拢藏伫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给将生命完全予你。哈利路亚，感谢主，因为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拣选阮，互阮成做你的囝儿，
通有份伫你的救恩的内面。阿门。主啊，阮愿意摒空阮家己，阮愿意谦卑阮家己，阿独独要完全顺服伫你的面前。愿一切敬拜，愿一切娱乐，拢是独独为着互主你得到荣耀。主啊，主啊，主啊，求你互阮通看见你的荣光，求主开启阮属灵的眼光，互阮通知影你逐时阵，拢互阮通经历着主你的同在。愿不管是得时不得时，阮拢要出声学了你。阿门。哈利路亚。听见现在的声音，用我天顶的云彩，就听天边的声音，为你，主啊，我伫这。透早我要学咯，清早我要学咯，晚暝我要学咯，孤单我要学咯。主你是我所有一切，
中的尊贵，因为伊正做第一，所以咱嘛正做第一。咱的性命会宝贵，咱的性命的价值正做第一，因为只有伫耶稣的眼中内面，看咱是做第一的。咱伫世间人的中间，人拢是用你的财力、用你的学识来比拼，但是咱伫上帝面前，每一个人拢是上有价值的，每一个人拢是第一。阿门吗？哈利路亚！上帝医治的恩典要入来到伫咱的中间，这时咱要来祈祷。哈利路亚！咱要祈祷。祈祷就是咱的权柄，祈祷是咱的特权，为着咱厝里人的需要，为着咱兄弟姊妹因的病痛的需要，咱要为着因举手来祈祷，阿门吗？哈利路亚！咱这是举起咱的正手，为着咱病痛的兄弟姊妹，咱三甲来祈祷。伫酒杯内面有这病痛的兄弟姊妹，咱才因伫这个困境患难内面，咱知因的需要。特别咱的天凯弟兄伊伫拜五。才开到伊的整个的面，所以非常的复杂。即马已经伫普通病房伫遐底慢慢地医疗，所以咱来特别来为着咱的天凯弟兄以及咱所关心咱这兄弟姊妹，咱开声来祈祷，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阮开声祈祷，主你的医治就临在。主啊，你的快乐就临在，因为主阮所信的上帝是万权能的上帝，是过去、现在、到伫将来，主你的能力、你的看顾一直拢伫阮的中间。主啊，阮将阮的教会，这个必听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里。主啊，你唔若看顾保守，主你要亲自来医治因身躯，这会艰苦，医治因的心灵，互因的灵内面伫上帝内面。来得到快乐，得到平安，学了上帝，学了主你的快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阮感谢学了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做伙来敬拜。主你是我所有一切。你的目睭看见耶稣，你甲伊讲。你来充满我的心。咱这时，咱要来看咱的圣经，伫咱今仔日的咱的信息内面，咱犹原要带入咱的报道，咱的第三的报道。好，咱即马来看咱的圣经，咱要做伙来共读这位的圣经。
来请，因为我无掠福音做见效，因为是上帝的权能，要救拢总信的人，大先犹太，后来希利尼。伫即个圣经内面，咱看见这是保罗伊所讲的。保罗伊甲兄弟姊妹讲，我无掠福音做见效。为什么保罗无代无志讲伊会掠福音做见效？今仔日我若甲一个我的囡仔讲，哎呀，我掠你做见效，你互我做无民主的意思就是安尼。你互我做无民主的，就是真做见效。为什么即个囡仔会互你掠做见效，互你无民主？除非即个囡仔做歹代志，即个囡仔考试考袂好，你嘛甲伊讲，哇，实在是互我做无民主的。咱来想，为什么保罗会讲我掠福音做见效？我无掠福音做见效。那安尼，咱甲伊想起来，保罗伊过去是掠福音做见效，就是讲即个福音啊，互我足无民主的。即个意思是安尼。为什么？因为保罗伊本身伊看做伊是犹太人，所以我犹太人，我是信耶和华的，所以我的信是笃定的。迄耶稣，迄个拿撒勒人，迄个目睭的迄个约瑟的囝，啊，当迄是啥物囡仔？迄哪会是啥物上帝囝？伊无得甲你信到遮的，因为保罗看做伊家己是上熬的，因为伊的知识财办拢是上熬，所以伊一开始的时阵，伊是压迫遮的基督徒，所以咱遮的基督徒坐伫遮的，咱若出世伫当时的时代，咱大概都已经互即个保罗当时叫做扫罗，甲咱掠去关起来。感谢主，咱是出世伫即个时代，啊，扫罗嘛变好人，嘛变保罗，所以伊讲后来伊信耶稣了，伊讲我无掠福音做见效，意思就是讲我现在掠福音做荣耀。并倒过来甲伊讲是安尼，而且伊阁讲，为什么我掠福音做荣耀？因为上帝的权能是要救拢总信的人。咱来看，伊讲上帝有一个权能，迄个权能是啥物货？迄个权能是对福音来的。那安尼，福音伊是一个权能，迄个权能意思就是说，伊就是一个爆炸的溃烂，爆炸，迄个爆炸有恐怖无？咱顶日来看见贝鲁特遐个爆炸的力量，迄个爆炸，迄个力量是偌尔大，迄个爆炸，迄个福音所讲的，迄个权能，就是讲，迄个溃烂伫咱人的身上会当改变一个人，互对一个大歹的人，歹人变做好人。请问，歹人变做好人是学校教出来吗？还是教甲关出来，去关了后就会变好人？毋是呢，是愈教可能呢。伊品行呢无好的环境，伊伫家仔内面，伊是愈乖，是愈大尾。总是上帝，互咱世间人无行伫迄个绝境内面。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赏赐咱的福音的权能，迄个福音的权能，就是要改变咱人的性命，伫困境、伫歹的关系内面，成做溃烂，成做新的性命。所以咱人成做人有价值无？成做人有价值无？阿妹吗？哦，一半尔。因为成做人，大家拢嘛人。不过，你若要达到100%有价值，你就是爱相信耶稣，相信耶稣。所以，相信耶稣的有相信的得到权能，无相信的有得到无？无。所以保罗讲甲足清楚的。这个权能，这个福音是要互一切相信的人。你若是无相信，那安尼你就袂得到这个权能。只有相信的人，所以有分别无？有分别。你的性命是伫迄个50%，也是100%，你会当确定你是会当得救的人。你确信你会当得救的，确实讲啊，我今仔日万不你啊，我若安尼就去了。你。保证你家己本身，你感觉、你感受你家己本身，我会到伫耶稣遐的，我会当上天堂的。举手一个来，哦，袂歹哦，感谢主！来，请举手放下。有真侪人还阁袂当把握，因为安怎伊袂当把握，伊到底是有真正信，也无真正信。所以即马举手的，我相信你
真认真要互家己信，但是可能迄个信无够开啦。好，咱即马要来看即个圣经节，咱要看迄个上帝大能是怎样的大能。来，咱要来看咱的好，我们早就预备了，好，赶快出来。好，咱的大能力，咱要请咱的青少年来用即个演戏来甲咱诠释吼，解说即个圣经节。好来，好，咱看到一个来，哇，有青面诶，阁有变水诶，哇！伫即个时代，耶稣的时代，你看有做是遮尼艰苦的，所以福音是对什么人开始？福音是对什么人开始？哇！即个变水的，哇！伊的骹，哇！我来甲你的口罩来拔落来。找农总有效无？咱来找台大有效无？无钱要安怎？了后因拄着耶稣。咱来看迄个观念是啥物货？伫耶稣的身上，哇！哇！哇！痴迷的目光咯，本来伊是看袂到的，行路是爱人家看，总是主耶稣伊的气力，迄个观念就是会当互痴迷的比真侪会看到的。好，耶稣伊伫即个变水，你看伊的骹，慢慢，哇！开始会跳咯，开始会行路咯，哇！这就是咱的耶稣的观念。咱是一个变水的，是一个青迷。耶稣甲咱医治，你敢无拍扑啊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过去人侪人会甲咱讲，你去路教信耶稣啊，你信的耶稣吼，你甲阮无共讲。咱真侪人要来信耶稣，有拄着厝里侪人甲你会困着，甲你压迫无？你若去信耶稣，我甲你断绝爸囝关系，因为咱是拜祖先的，咱的宗教毋是这，所以咱咱若是信耶稣的，你若信耶稣，我财产就无要互你，是毋是安尼？所以你看，咱看到侪信耶稣的，互人困着，因为因毋捌上帝，所以因甲耶稣掠做介绍，总是保罗伊讲，这就是福音，福音的观念是安尼。好。咱过来看，来，好，你们下去，好，来，这两个是家护病房的，好来，家护病房的因性命已经差不多，医生宣布讲无医啊，哇，等伊的灵魂要离开伊的肉体的时阵，当灵魂要去倒位？好。咱来看，哇！这位是耶稣，哇！伊甲这个人讲：“我是耶稣，我要救你。”伊讲：“耶稣啊，我需要你的救，我需要你的救恩。”哇！躺着。这个第二个。耶稣嘛来到伫伊的面前，然后甲伊讲：“我是耶稣，我要救你。”哈，伊无爱呢。伊讲：“姊妹，我是耶稣，我是疼，我会当救你。”伊讲伊无爱。哇！耶稣就甲迄个想要爱得救的，甲伊牵起来，然后行十字架。然后，这个无爱信的魔鬼就来，然后将伊带到黑暗的地狱。一个是伫天国，甲耶稣做伙享受迄个永远的福气；一个是伫地狱内面去忍受遐未停止的火。所以，咱看去伫这个。圣经节的福音就是咧甲咱讲，
咱信的就得救，毋信的照常灭亡。兄弟姊妹，你的厝里人，什么人也袂信，也袂信的后果就是安尼。咱已经信啊，咱袂当诚做自私的人，咱家己好就好，咱无顾虑咱厝里也袂信的人。所以保罗用这个圣经节来甲咱讲，咱就爱甲福音传出去，然后让一切人拢有机会来信。阿们吗？谢谢你们。咱这个时，咱要来邀请咱的利未诗班，要来为咱来奉献一首诗，带咱来献诗，予咱的天父上帝。恁着成就伊的义甲伊的国。上帝要将这一切拢赏赐予咱。什么是大成就伊的国、伊的义？就是圣经所教示咱的。成就伊的国，就是甲上帝放做伫第一位。咱即马咱要邀请咱去屏东短宣或者的青少年甲老师，因要来见证。为什么爱见证？
见证就是搁一摆宣告即个溃烂是大有功效。迄个见证就是讲，遮个所做的溃烂要搁一摆凸显出来。迄个溃烂，咱听见，恁也要得到，阿们吗？所以咱要用心来听，来领受上帝话进到伫咱内面。当咱听到因的分享的时阵，你会感受是啥？上帝是要爱你做啥物货？这就是咱听见证的意义。好来，牧师来邀请咱的即个报道的即个小组即个因即队即队好我的边即个是叫阿童伊是报道队的队长，然后即两个是伊的队员。迄个慧华是因的即个报道团队的一个老师好，来牧师来问咱的阿童你去到伫遐短宣你有啥物款的，互你得到足大的学习，甲你的感动，你会当来分享，互咱的遮个阿伯、阿姆、阿公、阿嬷听，好不好？好，你会晓讲台语无？袂晓，不要紧。你讲华语，咱听有无？有好，来，咱的麦克风来，甲咱服务一下，来那个。好，咱来请阿童来甲咱见证，来。就是这次短宣真的让我进步非常大，让我更明白神的恩典与大能。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其实我去屏东之前，我考虑了很久，因为我觉得我是去那边搞笑的。去那边搞笑会去讲人的就对啦。跟我同年纪的很多人都有事情做，有些人是小组长，甚至有几个比我小的都可以当 vocal， 为什么只有我是无所事事的？我每天问上帝说，我这次去短宣到底是去干嘛的？神却没有给我回应。去短宣的前几天，我都很忧心，甚至难过，每天都在想，是不是有没有根本就没有差别。我有没有上游览车，大家或许都不会发现。于是我就带着忧心去了屏东，直到第二天早上，田安姐姐带我们带成根 QT， 题目是我不重要，完完全全符合了我当时的心情。后来田安姐姐带我们祷告，顺便问神说，这是神要差遣我们做什么事情。当我一闭上眼睛，有圣灵的声音很清楚很明了的告诉我说，他想要我带领更多人去认识他。我当下听到，我立马就告诉自己说，神要我做的事情我一定要做到。所以隔天布道，我觉得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帮助着我去为神传福音。就算再热再累，也有一股力量帮助着我。我还记得礼拜四一早，我们跟另外一组要去比较远的地方布道，然后我晕车了，当下真的非常不舒服。但当我找到一位陌生人，翻开布道绘本的那一刻起，我整个不舒服全部消失了。真的很感谢主，施展他医治的大能，让我为他传福音。这次短宣也让我看到了很多人不一样的一面，也让我认识了新的自己。感谢主，阿门。伟彤，你来教会偌久？你来教会多久？1年。这个细汉囡仔伊来教会1年，伊就会当体会这款的短宣伊感觉讲。伊常常啦，上帝拢看袂到，人嘛看袂到伊啦，所以伊感觉讲伊去短宣嘛无啥物帮助，但是上帝互伊做足大的事，阿门。所以伊嘛人传福音吼，感谢主。好，小组长，谢谢你。好，牧师来采访我们的第2位。好，这就是天凯的查某囝吼，伊嘛是去遐报道。咱来听伊的分享一下，好不好？你在那里的感受，来分享给我们这些爱你的爷爷奶奶听。好，来。我觉得首先我要去，就是我先感谢一下他，就是因为当初报名的时候，非同工的名额本来就已经很少了，然后等到我走过去的时候，就只剩最后一个名额，然后我就站在前面犹豫了很久，要到底要不要去。可是就是
有点懒啦，然后感觉屏东又很热，结果他就直接冲过来，然后把我的笔抢过去帮我报名，而且中间其实也是好几度差一点反悔，这样就是对，然后他就说不去就绝交，不去就阿孔跟你说不去就绝交，哇，这个有传我就想说，那就是去一下，但是我没有像他一样想那么多，说如果去那边没有事做要干嘛？就是我觉得反正就是去一下，如果没事做就当度假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一开始也是以为说屏东就是乡下到不行，然后要什么没什么，但是到那边之后发现环境其实有比我想的还要好啦。其实是很乡下没有错，但是是另外一种体验啦，体会到那种在都市没有办法体会到的淳朴。然后步道的时候，我一开始也是非常的紧张，就是因为我就很怕跟陌生人讲话，然后就想说如果被拒绝怎么办呢？会很尴尬，然后会没有人要听之类的。但是后来就是发现，其实传福音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然后我跟他不一样嘛，因为我是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然后但我之前都一直对这个信仰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就是只是觉得来教会是一种习惯吧，或是例行公事，然后感觉说见证就是像只有那种来1-2年了可以见证的，但我没有想过说有一天我也是可以站在这里见证。阿门。然后其实大家都说我改变很多，就是非常称赞我。其实我是有一点受宠若惊啦，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只是在做我应该做的事，就是很理所当然。但是在大家眼中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其实回头看就是发现神其实是我在我身上动工，只是就是我自己没有感觉而已。然后本韵姐姐在休息时间的时候有跟我讲一段话，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她说她之前都很担心我嘛，但是她看到在我身上的改变以后，就觉得神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专属的时间表，就是真的不用急，因为神他都有安排。然后最后我很感谢神可以让我去到这个营会，我觉得这会去真的不是偶然而已。如果之后还要办短宣的话，应该就不会犹豫那么久，还需要神队友助攻了这样子。好，谢谢大家。哇，感谢上帝吼，看到一个囡仔的改变，咱知影伊即马见证吼，是我带伊差不多几年了，6年，6年来毋捌听过伊讲遮侪话，即马听伊讲上侪，说比这6年讲搁较侪。所以伊个性啥，但是伊即届参加短宣了，圣神的快乐，圣神的迄个福音的快乐，毋若互伊改变遐听的人，有改变伊家己本身无？所以福音要改变别人，先改变咱家己。咱看到因就是上好的咧，咱多谢咱的真名，谢谢上帝啊，赐你大能力。好过来就是咱的这个心灵，你们都同队的吗？OK， 好，心灵你现在几年级？6年级。小学6年级哈，好，咱们来听一听也感动，也更见证。好，来，你在那里有什么样的感动见证神的能力，来分享给我们这些的阿公阿嬷听。好，来，你站到中间，然后慢慢的讲，大声一点，麦克风拿起来。这次去短宣布道，其实我很紧张。我原本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结果竟然叫我们去跟陌生人讲故事，但是最后还是得去。然后第一天我们这队去布道的时候，我是跟一个阿公说故事，然后他看起来不怎么想听，然后我讲一讲，感觉他有点不耐烦，但是我还是有把故事讲完，然后感觉第一天没有很顺利，然后我们这队就只有慧华阿姨不怕狗，然后我们3个都很怕狗，然后一路上我们就是胆战心惊的去布道，因为到处都是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狗冲出来。然后第二天去布道的时候，感觉更顺利了。说故事的时候就没有第一天那么紧张。
第一天的时候，我都不敢自己去问别人要不要听故事，都是慧华阿姨帮我开头。但是第二天我就渐渐敢自己去问别人，可不可以听我讲故事。然后这2天的布道，我总共跟7个人讲故事。哇哦，甲7个人报道传福音哦，哇，太棒了，继续。哦。有几个人跟你签名？就7个啊。哦，就7个哦，所以7个拢甲伊签名，这纪念有没有留 line？ 没有。没有留 line。下一次布道，你还会不会害怕？应该不会。应该不会的，只是怕狗，对不对？好，你放心，4号公园这边台北没有狗，只有宠物而已哈。好，上帝也要大大的赐你有一个传福音的恩赐哦哈。感谢主。好，我们请慧华老师来分享一下。好，好。听到他讲怕狗的事吼，我要讲台语吗？可以的。可以。哦，我尽量。啊，就知影讲我台语嘛袂认得，啊，佫臭灵呆，吼，所以带即寡婴仔，我嘛爱准拍拼，因为我嘛惊狗。我嘛惊狗，啊，我就爱讲，看头前，啊，我是相信上帝保护阮啦，对。啊，结束的时阵嘛是会祈祷，上帝互阮袂惊狗，嘛袂互阮惊吓。毋过我爱转台啊，我袂使佫讲落去啊。只有2分钟分享，所以牧师说不能太久。好，然后我手上拿的这些啊，其实就是我们都是要带去，要准备。对，其实那个对，就是最基本的嘛。然后我会带这个，这就是我们出发前，我自己觉得我会有去很大的收获。我要买一个很厚的一本笔记本。可是呢，我整个短宣回来之后，自己沉淀了，我每天里面都没写。对，神告诉我，我要享受在当下，他给我的，神都每天给我，我需要的，神每天都给我。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时，我知道我们要先跟神祷告，然后在第一次布道的时候，我知道我们要在中宁村，然后要跟兄弟，我们就在讲台语，对，然后发现，哇，我的台语真的被扩张了，因为台语真的不轮转，但是这些中年村的当地兄姐真的笑得很甜美，都让我们觉得哦，好，那我就有信心，那我就跟孩子们说，只要笑就对了，对。台语不通嘛，对，只要笑，然后他们就会很开心。然后在经历过程的那个讲绘本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就是语言不通，然后有点点的眼色不是很好，但他会因为孩子天真的样子，然后愿意跟他讲绘本，这时候他就会可以感觉出来，真的是长辈的柔软的那颗心，然后还有神与我们同在。来，在第2次的布道的时候，我们有经历一个很奇妙的事，就是我们一进去一个很像广场的地方，那个台语叫店哦，然后一进去，第一个姐姐就说我们是真耶稣教会，然后我想说哇，我是不是误闯了？然后那个时候当下，可是我没有想太多，我只是想确认。是不是我听错了？就带着孩子先出来门口再瞄一下看一下，我就进去了。我就直接跟姐姐说：“阿姊，你拄还无听我讲故事，你就互我走。”她就很可爱，我说：“啊，你也没讲，你就走啦。”那我就开始了，我们就一人一个。然后那个三个姐姐很好，因为她还先请我们要吃水果，对。但我们的目标是说故事，所以我没有吃水果。然后其中有一位那个姐姐很好，她听不懂，她说她听不懂国语，那我就用北令顿的台语，真明讲一遍，我讲一遍，她讲国语，我讲台语。然后呢，她也是笑眯眯的，从头到尾笑眯眯的。然后我就跟那个姐姐说：“阿姊多谢你，有你的笑容就是欧罗瓦，你嘛欧罗瓦对。”那我们也把很完整的讲完，所以
在2次的布道，让我们更有信心。我们虽然心里很胆怯、很软弱，但我们可以靠主得胜。谢谢主，感谢主。多谢咱的主引出因，互因会当伫遐来训练传福音，这就是咱基督徒每一个人的使命。所以你若毋捌传福音过，毋捌甲人报道过，爱把握时间。爱把握时间，因为传福音是咱足大的一个福气。好，多谢这一组的，好，多谢恁。过来，咱来邀请咱的下面一组，来慧燕老师，慧燕老师伊带伊的队，这队员哈。好，你是组长吗？对。好，你是组长哈，哈，拄啊得救的迄个啦哈。好，来伊是用心伊带这2个细汉的囡仔吼，伊伫报道顶悬嘛有真侪伊特别的经验，以前毋捌经验着。咱即摆来请用心来分享你伫即届的短宣内面，你得到会开来，得到的帮助来。您好。伊讲恁好啦。您好。咱大家嘛讲好。这次我来屏东，我担任了布道的组长，还有黄队的队服，就是要带夏令营的小朋友他们。然后这也都是我第一次带队。然后布道的部分，2天我们都在龙泉布道，我们去了消防局，还去了别人家里，甚至是去了庙前面讲故事。好。龙泉，咱敢知影伫倒位？伫屏东龙泉遐有一个海军陆战队有无？新兵拢会伫遐训练，就是迄个所在。好，来继续来。我们甚至去了庙前面讲故事给小朋友或者是大人听。然后很感谢慧燕老师，每次都会帮我们开头招呼别人。然后也感谢神，让我们在2天的期间，我们第2天讲的比第1天还要更多的人。然后我们第2天讲了22个人，然后22个，哇，该拍拍姐。好，然后在龙泉还有一件很让我印象深刻，就是有一个阿嬷特地骑摩托车去超商买了4瓶水回来给我们喝，这样子，要我们在那里等一下，然后我们就是讲故事给另外一个阿嬷听，然后那个骑摩托车阿嬷就骑过去，然后又骑回来给我们4瓶水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很感动，也很感谢他，很感谢神。好，然后在夏令营的当中，我也带了一对年纪很小的小朋友们，最小的是小3、小4左右。一开始我都还不太会带，我也在想说，以前到底就是我在青少年被带的时候，那些哥哥姐姐到底是怎么带我们？我在想很久，但是就还是想不出来。所以就是最后还是以我的方式去带他们，然后虽然一开始都还不太适应，但是我很感谢中龄的同工都有帮我，就是照顾中龄的孩子，然后还有他们也渐渐的适应以后，我也才越来越放得开，小孩们也慢慢愿意敞开心，去享受在营会当中。那我相信神已经将他的话语深植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了。对，谢谢大家。感谢主哈，传福音可以当互人送迄个饮料，或是迄个感动，所以若无带出去，可能就无领受到这款的恩典。所以囡仔嘛是因为愈侪经验，伊就愈有迄个成长的一个一个恩典。好，这是你的队员。这个不是。好，咱来请心怡。心怡，你的队员是基腾吗？基腾跟慧燕老师。好，来基腾，你跟着组长，然后你来先分享一下你跟组长布道的时候你的领受好吗？你有准备稿子是不是？哦，你还用铅笔写哦，哎呀，好感动。好，来你站到中间来，好来这个囡仔拄好就是演摆卡的迄个吼，好来，咱请基腾来分享你的学习，好来。这次的短宣就是在出发之前我超级紧张，然后就一直祷告，但是后来就是立安老师跟我说，他对我的意象就是在一个沙滩上面，然后耶稣走过去，然后就留下很多的脚印，
然后结果后来就青少年走在脚印上，然后我们就跟在青少年后面。后来我就很紧张的走到一片树林里面，然后去短宣，然后结果后来回来就很开心，也很顺利的把故事都讲完了。所以就立安老师跟我说完之后，我的信心就大增，然后但是我还是很紧张，然后去布道之前的我我想说，去布道的时候我也很紧张，然后但是经过第1天之后，第2天我就不怕了。然后知道第2天还有布道的时候，反而很兴奋。然后出发前的那段时间，我找了一个阿嬷和一个阿公来说故事，然后那个阿嬷就很感动，然后就给我100块。后来伊家传福音吼，迄阿嬷讲听了后，就摕100块给伊啦。后来牧师就把它拿去当成奉献。这个就不要讲。然后我就很开心。后来我和一位正在办事的消防员说故事，然后很紧张，最后还是把故事很顺利的讲完，然后消防员也很开心。我以后要继续去参加短宣。甲伊拍无爱一个，安尼伊会体会吼，讲安尼伊后盖来做宣教师，毋免烦恼无钱。感谢主哈，上帝大大祝福你，因为你有传福音的恩赐，好，你传福音，人家都会拿钱给你。好，感谢主。好，那你们3个先，还有心怡哈，这个心怡呢，她伫遐嘛是办恁真侪真特别的角色。来，心怡，你一定有足侪感受，你来分享给咱的兄弟姐妹来。其实一开始知道自己要去短宣的时候，我自己也吓一跳，想说怎么办，然后就是一直问总召说那边会不会很热啊，然后有没有很多蚊子。神奇的事情是，当我去的时候，那边每天都有午后雷阵雨，然后天气很凉爽，甚至连半只蚊子都没有。结果大家的防蚊液都用不到，而且还有冷气。我那时心里喊哈利路亚，感谢主。再来，我也万万没想到我会担任生活长。其一，担任生活长是我第一次带小组，然后生活长的工作就是要帮他们订早餐，关心他们有没有洗澡等。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有问过神，但他没有回应我。我也只是想说多祷告，让上帝亲自引领我。奇妙的耶稣，他让我一整个礼拜都带得非常好。组员也很早起床，都不用我叫。有的牙刷不见，还有益生菌不见，因着祷告就找到了。我非常感谢耶稣。短宣中，我觉得最棒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做布道的时候，也就是传福音。我们第1天很紧张，不知道该如何向别人传福音，但是我们还是硬着头皮去做了。我们越来越好，甚至可以用台语去说。然后第2天，我们更积极的去传福音，只要是住户都去按门铃，甚至去敲门。到了便利商店，我们也是毫不犹豫的向别人传福音。然后我们也有去警察局，然后就像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站在外面，然后有红外线，然后里面的警察人员就会就是看到我们在外面，然后就是叫我们进去坐下来，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赶快拿着绘本去跟警察说故事，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地方。然后我在这其中有看到一个意象，我最深刻的就是我在午休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睡着，我只是静静的问着神，这礼拜我到底来这里要干嘛？他给了我一张图，有一个舞台下坐满了一堆观众，但舞台上却没有人。我问神这是什么意思？神的意思是让那群人等待。我说那群人里面有我吗？有一个人把我从那群人里面牵出来，这时我明白了神的意思。经过这一次的短宣，我明白了神到底要对我说什么，甚至做什么。我也开始学习如何去关心别人，去爱别人。明年
明年暑假再有短宣，我一定要参加，因为我想要更明白神明年又会带领我到哪里。谢谢大家。阿门。听到这囡仔的见证，咱有真受激励无？非常的受激励吼！感谢主，上帝要大大祝福咱永光教会这的后一代，互因会当成做上帝重用的器皿吼。好来，过来，咱要来请慧燕老师，慧燕老师也见证。好，大家平安。平安。好，我的见证就是即个短宣啊，我感觉是带囡仔去做门徒的训练。我的角色就是照顾因的生活。我是迄生活辅导长。我逐工拢是上暗困，上早起来迄个，顾因有食饱，顾伊的精神好无？你即摆看阮伫遮咧见证，虽然看起来面拢青顺顺对无？因为阮足紧张，阮去屏东嘛是安尼，逐工起床就是袂困饱，毋过咱的灵魂一定领受神的祝福甲能力，一定爱冲！透早起来，阮都爱准备早顿，然后搁爱灵修，搁中昼搁爱去扫便所，去扫涂骹、整理粪扫。食饱饭了，搁爱去家己洗碗。即款的生活拢是伫咧台北无的。遮个囡仔嘛足敖，虽然因足惊狗对无，毋过伊即马毋惊人。对，我阁有一个体会，就是遐个环境足热，毋过你看我遮乌，就知影我毋惊日头。毋过我伫遐竟然是生迄肥啊！我就足紧张，我去找牧师讲，牧师，今日我要死去啊！我遮是肥啊，要绕成一圈啊，可能是皮蛇。我伤心的毋是。我生皮蛇即个代志，是我遮用，哪会可能生皮蛇咧？所以，对，我就足紧张。毋过，牧师甲很多的兄弟姐妹就安慰我说：“不会，你去休息就没有事了。”所以呢，我就真的去休息，然后借着祷告，不要有较好。毋过嘛是阁足疼，毋过因为大家祈祷，咱的喜乐。甲平安伫咧咱的心内。阮去传福音的时阵啊，为虾米咱即组的会使传到1天22个人？因为阮伫咧路的，只要看到人就是冲，阮阁冲去人的宫内底。庙宫，对，囡仔就讲，迄拜拜，我讲行。只要是人，就紧来去，因为咱今要转去台北啊。因虽然有诶听到一半就不爱听着，不要紧，我就讲叫回来讲，阁有结局哦。然后他们真的屏东人很热情，他们知道我们从台北来的，然后呢，他就还看他们家有什么吃的，还拿出来招待我们，害我们都很不好意思。然后我一个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个阿嬷，她就一个人在那边洗衣服，我们想说她。咧播音，不要给他打扰吼。然后我们就说：“阿妈，你咧播音哦，好，你洗衫哪？”然后他也没有想要听我们说故事。后来我说八股，过去找伊哦。那个阿嬷就讲：“无你来坐。”然后那个阿嬷就后来有听季腾讲故事，因为季腾太古锥了，每一个阿公阿嬷看到他都会听他讲故事。然后那个阿嬷就。跟着季腾在念祷告词的时候，就特别了哦。迄个阿嬷讲台语对无？好，伊就讲：“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哦，亲爱的主耶稣，我国语不好了，然后就自己笑得很开心。我就觉得哇，神的大能真的是超有能力。他虽然是一个拜拜的阿嬷，但是因着他透过祷告词，那个喜乐跟他满足，就进到他的心里面。感谢主！哇，这就是传福音的趣味甲快乐吼！看到人得救了，哇，迄个心情甲迄个成长拢足紧的吼。咱感谢慧燕这一组，咱的慧燕就是咱的教育干事，所以呢伊伫咱的教育部分做甲非常的好。
伊爱哥我拢看伊伫遐家囡仔洗衫裤，哇！所以逐项代志拢爱包吼，但是充满伫喜乐内面。咱感谢这一组，来多谢恁，好，请坐。好，这个是咱要来邀请咱的怡静，好来怡静，伊做真特别的部分，所以伊要来分享这个部分哈。来，咱的影音来电脑。嘿，我有点小紧张，大家平安。好，平安。我想要分享我这次去短宣，然后我会使讲台语歌，我嘛无认得，就是上帝予我做一个无共款的事，啥物无共款，咱做伙来看，咱后一页。首先，我想要感谢短宣的部分，就是朴牧师，伊带我到永兴小队。就是带我们去到附近，然后他真的就是牧师，真的是打头阵的帮我们，就是开头让我可以学习，所以让我到隔一天的时候，永兴小队呢就是变成是我打头阵去帮他们所有人开场，然后再到隔一天的时候变成永兴小组长自己打头阵去跟大家分享，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一个传一个，大家都知道怎么做去效仿。对，这是短宣。那我今天主要想要分享下一页，就是这个是我们晚上的讯息小队，是成队。那我现在要先欢迎我的小组员王心宁，对他目前好，等一下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说话的时间。那我现在想要分享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组员里面，你们有看到，其实有很多像瑞元、像心宁、像以恩，都是投影音控的人。所以其实如果我分出去，就是他们要在投影音控服侍的时候，我们的组员就会少了很多。那这时候我就真的第一天让他们少了3个人，然后我们的组长如意姐姐就很紧张，想说永光只有4个熟悉的人，结果还有3个不在，就只剩1个人。所以我就在第一天晚上的时候跟我们的心灵跟以恩说。不好意思，我要调动一下，就是每一天晚上只能有1个人投影音控。然后这时候的心灵就很可爱的跟我说，可是以静姐姐我不会音控对，然后我跟以恩就同时一起的回答他说，哦，没关系，我们明天中午教你。然后呢，他就马上的就说好，那我明天试看看。所以我们明天就是隔天的中午真的就教了他。然后他就说，晚上就说他要试试看，然后他就真的试，然后一路上都很顺，就是也没有出差错。然后我想要让他小小的分享，就是投影音控的见证。我去那边的服饰是投影啊，然后刚刚怡静姐就说，因为就是投影音控，所以我们这一队就会少3个人，然后伊拄啊，进前拄啊有讲过啊吼，所以即个囡仔伊本来是袂晓的，但是去到伫遐了后，即个老师甲伊讲，甲伊安排伫迄个音控位置。咱知影伫家己的教会，甲伫别人的教会，伫遐音控有共无？无共，而且拢完全伊爱处理哦。因的教会人是无伫遐处理，所以伊伫遐处理甲非常的好，互咱看到伊的能力。你还有哪一些部分你要讲的？我们要把握时间。然后虽然因为服侍不常跟小队一起，但是我在服侍当中学到了很多。例如我不会音控，但是我愿意尝试去学，结果就学会了。所以如果我不会某些事，就可以尝试去学。当这件事是主耶稣所喜悦的，最后一定会学会。然后还有在服侍当中，但也能一同享受在营会当中。在呼召的时候，看见每个人很认真在写自己犯错的事的时候，就是真的感觉到主耶稣在他们的心里，然后我觉得很棒。感谢主哈，对，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有
就是心灵跟怡恩2个很强的投影音控，真的在那边让我可以比较多时间的在陪在那些组员身上。那其实我在去屏东之前，我其实一直问神，我到底去做什么？因为我这次投影音控也有人啊，机动组也有慧燕老师这么强的人，所以我其实很紧张。然后我一直问神，那后来神在意象中给我了2个字，叫做陪伴。然后我就想说，陪伴，我不是一直都陪伴着大家吗？然后后来呢，在出发前1日的时候，我收到了这张永光教会给我的祷告卡，然后上面就写说，神祝福我忠心又有见识，所以派我牧养他的小羊，每只健康茁壮的小羊都代表都代表我的委身跟侍奉，神必赏赐给我。就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神动工的奇妙，所以我们真的说，他们都已经成为最棒的神队友，所以我们不用等到下一次的屏东短宣，我们在这里永光教会就要再一次的出发。阿们，感谢上帝，让咱有这么强大的传福音的报道的军队哈。这也是上帝所赏赐予咱永光教会足宝贵的资产吼，咱嘛爱继续，唔那是因传福音，咱每一个人拢会当传福音，会当真做报道的勇士，阿们吗？呀，多谢咱的同工，多谢咱的同工。感谢主，咱会当对前礼拜甲这礼拜透过咱教会派出去的第3队因的分享见证，会当更较确信讲，咱的教会就是要有这款的活力，就是透过传福音的热情，要来激发咱，互咱的永光教会一代一代愈来愈强，愈来愈强大。阿们。因伫上头前伫遐拍拼的时阵，咱真做因的前辈，我相信用祈祷、用支持、用奉献来帮助因，互因更较有信心，伫传福音的顶面来荣耀上帝的名。我相信对因的一生有一个足大的一个改变。因会当勇敢安尼去面对人，特别去面对遐个拢是因的时代的人，哇，这拢无简单哦，对无吼？这会当互因一将来，无论伫教会服侍、伫社会的工作，拢会当有真大的一个进步甲祝福。所以咱感谢主第3队，我相信这是咱教会未来继续会做的工作嘛求上帝祝福咱。不只看到这个少年人、这个囡仔，因愿意带出去，咱嘛需要哦，咱嘛需要，因为教会存在就是要传福音。耶稣基督的使命就是爱抢救灵魂，这是你我足清楚的一个信念，总是伫咱行动的顶面，咱需要搁较加倍来祝福伫咱四周围的人。这是咱耶稣基督所予咱的。望咱大家会当将这个诚做咱的一生的主要的工作的凡事，拢是要甲人分享救恩的好处。阿们。好，无论得时不得时，拢得爱安怎，拢爱传福音。阿们。好，愿上帝帮助咱。好，这时阵咱就忙个唱歌啦吼，因为时间有较好。这时阵，咱要来备办心，咱开始来备办心，咱来准备，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嘛是一种信心的行动，互咱有一款的确信，咱来到上帝的面前，存着感恩的心来准备来奉献。心。
来起立来唱。阮到主是阮做主，天比领受我命怎办？信心感官，给体会吧，无大主阮信心作伴，甘心乐意。姊妹请坐，请咱来关心咱教会一切的事工互咱会当更加注意来知影这逐项的事，会当有好的参与甲祈祷。咱今仔日是父亲节所以咱今仔日有这个特别献诗这个安排吼。咱因为疫情的关系，咱伫母亲节今年咱就无有即个准备礼物，互大家所以咱父亲节依然是安尼的情形来做吼。愿大家会当来体会，其实咱的总务部若是要买即个小礼物，对因来讲是拢足困难的代志吼，因为即摆大家厝的需要，大家拢会当满足毋过。咱即个数字阁无法度伤济，所以要买物件吼。每一届若是啥物节期分物件，总是会听到说阮兜拢有有无吼？阮这拢有无欠吼？感觉客转去，搁加一个空间爱放吼。总是这是当然是教会的心意。毋过我相信，迄个祝福的祈祷比即个搁较大的一个恩典，对无？吼，所以咱牧师即个时阵来。为着父亲节来为着这个咱在座的父亲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阮知影家庭的设立是你所欢喜的。你透过婚姻来，互阮会当建立阮的家庭，会当有后代、一代一代来传承。阮伫传承的中间，阮深知上界大的资产就是信仰。因为阮的后代若有信仰，就会当帮助因，会当牵调上帝，会当伫因的道路顶面，凡事倚靠上帝来得到亨通。所以，阮感谢你，特别阮感谢你，互阮做父亲的会当对你领受属灵的权柄，伫经营家庭，伫夫妻的关系，伫阮的工作，伫教会的信仰甲服侍，拢会当成做阮的家庭的祝福。多谢你。互阮会当好好使用即个权柄来祝福阮的家庭，祝福阮的事业。我相信这是上帝你应允的，要互阮会当亲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代一代更加承接上帝你丰盛的恩典。主啊，阮感谢你，求你也祝福阮在座这个做父亲的，互阮的身心灵拢充满健康。靠着你，我相信，阮拄着任何的挑战困境，甚至是身躯的软弱白痛，阮拢会当知影，会当靠你来得胜。因为阮的身躯的健康，阮的心灵的健康，会当带来家庭极大的一个祝福，帮助阮，互阮听阮的士大人，嘛会当有好的典范，通互阮的世世知影。一代一代要安怎传承，听士大人，听上帝建立好的关系，通有上帝你更较丰盛的恩典，为着阮的后代来存留。感谢你，伫父亲节的时阵，特别求你纪念阮在座的做父亲的，互阮更较有智慧，属天的智慧，互阮的信心更较那勇行，互阮伫讲话顶面会当照你的教示来做。互阮对阮的事世，更较知影
用恩宠，用好款待，互因行伫你欢喜的道路。感谢你，祝福伫阮做父亲的，祝福伫阮每一个家庭。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好，来，搁续接，咱来继续来报告哈。伫即来，搁过来即个拜六，咱已经有讲几摆吼，即个牛鞋的救命，为什么是救命？因为伫非洲的所在，即个人若无穿鞋常常骹若有破裂，细菌就对骹起来，所以即个有人就因为安尼来丧失性命，所以有鞋的保护，会安那像救因一命一半样吼。咱知影杨佑任有一款的看见，有一款的行动。咱后礼拜拜六时间若会使7点吼，7点会当来吼。咱的小组嘛会当用即个做主会来参加伫即个中间吼。好。咱教会即马在招募咱的敬拜乐团的团员，无论是唱歌还是乐器的部分，咱有成人的，有儿童的，有青少年牧区的，有这个需要，你若有这个感动的，上帝互你有特别这个恩赐，你就会当来客单来登记吼，咱有会照时间来做一个这个了解，然后会来招募吼。牧师较会直接来甲你招募来讲吼。好，咱培育学校以往对9月初5就开始吼，所以咱也未上过即个课的生命精神营即个营会的，咱会当紧来把握时间来报名。即届咱也有开放，互几间的教会因知影咱教会所做的，因感觉会当来做学习。咱有开放几个名额。互几间的教会吼，可能有2间、3间的教会因愿意因的领袖来到咱的中间来做伙学习，嘛求上帝祝福伫因吼。好过来即礼拜，咱要点招玉溪甲少年牧区来做伫即个祈祷殿的一个祈祷的守望，所以望咱为着遮个来祈祷吼，特别来为着因的牧区的即个旅游的报道。咱来求上帝帮助，因有真侪的 best 新朋友，伫即个中间，互咱的遐个姊妹看见遮个灵魂的需要，来做好的典范，互因会当介绍福音互遮个人吼。好，永伟甲养亲的牧区的宜兰一日游即个户外的报道的活动，报名要到今仔截止吼。因为因有本来按算一台车有超过人数，所以即马有需要2台车。总是即个嘛是有大概有年龄的限制啦吼。所以因为因的活动较活泼，所以咱若较年长的，可能就无法度互咱参加伫即个中间。请大家谅解一下。咱就照咱的年龄的部分，咱的年龄的遮若办活动，咱就会当积极来参加吼。好，拜六嘛是咱儿童乐团的一个训练的时间，会早起9点半开始吼。因为遮为着新的一个一季，因爱训练遮个新歌，所以咱就特别要求遮个伫即季有要服侍的，你就一定爱来参与训练哦。你若无来训练，歹势即季就袂当拜你服侍。咱这是有缘照着教会的即个服侍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要服侍，就要有装备，装备好，服侍才会当应神应人。毋望咱下即个家长会当来了解、来体谅吼。好 ，OK， 这是咱8月29青少年牧区，因有一日游，就是要去力宝乐园吼。所以这青少年的活动嘛，互咱知影，拄伫即个暑假最后迄段时间。把握时间来办这个活动吼。好，咱来继续来关心咱遮的几位兄弟姊妹，身躯需要咱带导的有天凯、景福、雪慧、菊英吼，冠英的妈妈，甲钱医生、甲秀梅姐，遮个咱伫祈祷中间来为着因纪念，伫咱摕酒报的时阵，看到名单，咱就是会当为着因祈祷的时阵吼。
好 ，OK， 好，来，咱来欢迎今仔日有美娜的朋友来到伫咱中间的吼陈玉秀陈玉秀姊妹吼毋知这是叨位来，咱请伊起来吼咱来欢迎伊玉叶姐吼来好，咱真欢迎伊伊住伫150伫咱附近尔吼所以咱真欢迎这是上帝祝福的所在你来，我相信上帝要祝福你甲你的家庭吼。好，来，请坐。佫有一位，佫有这个没打哈。OK， 好，佫有一位就是春子甲丽温，是不是？伫遮，哇，伫头前吼。好，这嘛是 OK， 好。因伫网络上看到吼，咱教会有幸福小组，所以伊带伊的婆婆来吼，真欢迎恁。台语听有无？有吼，哇，真好吼，上帝祝福伫你哦，吼，来到遮，你一定会当感受到，我永光教会是充满喜乐，有上帝的恩典伫即个所在的吼，所以我望上帝，互你的心会当委身伫遮，我相信你的性命会愈来。愈开阔，愈喜乐，嘛会当安尼来祝福你的家庭吼。好，来请坐。来，咱即几位新的朋友，咱来请咱的接待人员来甲恁接待，有一个小礼物要来送互恁咯吼。介绍教会，互恁更较知影永光教会吼。好，来这时阵，咱就会当来到伫。隔壁的所在吼，这时阵请兄弟姊妹起立，咱来吟这条诗歌，彼此来祝福。但愿咱的天父的爸上帝，以无限的恩典、疼痛以及丰盛的祝福，伫你甲你的家来显明。因为你的信，通互主耶稣基督伊的救恩临在完全伫你的家庭，也因为你的信，通伫圣神的引带，日日光明，日日丰盛，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你
请坐，咱的敬拜暂时到这，愿上帝继续引带咱的脚步。